强这阵嘛有新的风景所在。外国真情的欧美主题嘉年华头一届来到台湾，地点就伫咧高雄港的码头。我港区看海景，做超过40种的游乐设备，其中上界特别的就是一座关25公尺、差不多8层楼高、叽叽叫的飞天轮，敢若亲像摩天轮同款，驶时速度真紧，唔但会公转，大家车厢也阁会自转，会当享受刺激的感觉，也阁会当拿欣赏港区的美景。敢若这段时间才有，一直到明年4月中过期就算无。规个人趴伫咧游乐设施顶悬，春起咧天顶360度咧转势，挑战胆量极限。现场是一直听到大叫声，也是这个设施的海盗船。来来回回在海体验离心力的刺激感，很刺激耶！很刺激啊！对我很惊死，我都没有叫。去人头岸边来说，这座乐园阁有一个大卖点，就是起伫咧港边，拿耍这游乐设施，阁会当一面来欣赏海景。摩天轮就比较没有玩过的，因为它比较刺激啊，它还会再自转。最有看头的这个乐园，就伫咧高雄港的码头，头一面引入欧美主题嘉年华，占地5000平，超过40项的游乐设施，期间限定。上大的特色就是这座25公尺，差不多有8层楼高的大叫飞天轮，唔但公式，每一个车厢阁会自驶。除了大朋友，也阁有参像狗仔造型的飞车，或者是古锥的飞枪，是要来请小朋友。乐园唔但耍，嘛有美食，胖狗伫咧铁棒顶悬煎甲芳讲讲，配着青菜甲起司片，食起来是真有美国的感觉。嘛有伫咧国外定定看到的烟肠胖狗，港区引入嘉年华乐园，要互游客敢若亲像伫咧国外抢话题，搁要来制作相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